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议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议后，今日议后，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哪有什么好喝的酸梅汤？但对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！会变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米音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想，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。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戮力同行？不错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多亏义渠军的人马相救护送，为其报答，怎么就不辞而别了？过2日你不也要走吗？来的时候没跟你打招呼，走的时候也就不用了吧。子歇和我会铭记义渠军的这份情谊。我不要他记着，只要你记着就行。夫人，以后有用得着我们大王的地方，就来找我们。多谢。谢什么？那说明你心里有我们大王。哎，夫人不要多心啊。咸阳城东市有个姓梁的皮毛上古，他是我们的人，如果有事可以找他传话。义渠军走了以后，这驿馆里显得空落落的。可不是，这些日子与他们一路，整日闹哄哄的。可他们一走，又觉得太冷清了。明日我们启程，子歇去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了。从齐国到楚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刚才我去
后院听驿馆的驿丞说，虢国相的夫人昨日突然死了。那个歹毒的女人，天报应，早就该死。她死了。嗯，慧儿，你听真切了吗？慧儿听得真真的，说她是得了什么急症，虢国相好伤心呢，已经向大公主禀报，回去办理丧事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女人蛇蝎心肠，把我们害得好惨。她是罪有应得，可你知道吗？她也姓米，也是楚国人。她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夫人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继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继与夫人回国。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未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蜀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舞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芈姝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及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10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皇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
而朱公子的身后，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朱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先王去世后，秘书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继，大厦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室七星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玉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出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呢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。